过来是郭文泰的太太陈培琪，用后生做人头来开公司，防质疑违法。陈培琪上班的联合病院明仔载要开调查会，会请陈培琪到场来说明。陈培琪另外阁互压料，讲到立法院附近去看厝，一间要1亿2千万。针对这种的问题，陈培琪进前拢一直闪。不过今仔日是直接来回应，讲因为后生要结婚，希望后生有一个家。陈培琪阁来呛讲，民众党会当逐工开记者会，伊嘛拍算逐工拢要开记者会。这个民众党都可以每天开记者会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够在家里每天小型的记者会？可以啊，欢迎啊，每天都来。前几天啊，看到记者就想要比陈培琪直球对决，因为伊方压了顶个月伫立法院4周会4个伫咧看厝，佫是一间爱1.2亿的好价人厝。我记得我有段时间是有去立法院那边逛过街，但是我没有去看过什么房子啊。确实有在东看看西看看，在考虑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想要儿子结婚了，对的。儿子都30岁了，他就是想要帮他结婚，有在到处晃晃。那现在房价都很贵，我不想要房子多少，但我就是到处安那东看看西看看，就是希望儿子结婚，能够有自己的一个住家这样子。而被网友点名的其中一个建案就在立法院的旁边，而且走路不到30秒就可以抵达。卖厝网站顶的相片内底装潢看起来气派个力道，经济设计电脑找寻，房价确实超过1亿。根据国民党2024总统大选前的财产申报显示，两人共同花基存款2464万，基金95万，不动产部分国民党名下敢若新一次租厝，陈培琪有信义区徛家含平关的后头厝，到尾买厝得看家己的落地也敢有够深。不过陈培琪特别退休，说家己要了用后生的人头开公司，替家己退休的生活做打算，防质疑是违法。伊临接的联合病院会伫明仔载开调查会，会请陈培琪到现场说明讲详细。那就以联谊公布为主啊，如果他们请我什么时候的话，我什么时候就会去。对。态度无伫咧惊，讲要查调查，毕竟无论是先生、民众党、小白争气，或者是家己人头公司问题，已经全部拢挺好大家看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